中國作曲家譚盾喺佢嘅交響曲1997入邊嘅第6段咧，嗰個題目就叫做廟街嘅戲與編鐘嘅。咁作曲家咧就用咗一段由香港廟街曲檔藝人演唱嘅《帝女花》向腰嘅現場錄音。廟街位於香港嘅九龍油麻地，相當於老北京嘅天橋，係香港民間藝人以及小販賣藝嘅揾食嘅地方嚟嘅。帝女花原來係清代戲曲家黃允山嘅作品。香港嘅粵劇著名編劇家唐滌生喺1957年將呢個帝女花咧係改編成為粵劇，由仙鳳鳴劇團演出嘅。到今日咧，仍然係各個粵劇團經常演出不會衰落嘅一個劇目嚟嘅。如果係話香港文化代表之一咧，帝女花係當之無愧嘅。粵劇帝女花喺香港家傳戶曉，佢嘅故事咧就係以明朝長平公主與駙馬周世顯雙雙殉國，以抗拒新朝統治為背景嘅。80年代末，香港市政局嘅粵語戲曲嘅特刊入邊咧，對帝女花呢個劇咧有以下嘅睇法嘅。佢話粵劇中大概揾唔出有第二個好似帝女花嘅例子，連唔識戲曲嗰啲人、唔熟戲曲嗰啲人咧，都會唱得出佢嘅主題曲《向腰》，成為一個時代某個特區普及文化嘅代表。長平公主由白雪仙演出嘅，佢係淒艷嘅故事咧，以亂世為背景，一個城市毀滅啦，但係冇承傳到佢。改朝換代之後，長平公主與駙馬周世顯，即係由任劍輝飾演嘅，佢等於喺隔世再重遇嘅。除咗公主與駙馬嘅愛情故事為主題之外咧，清代黃允山嘅《帝女花》明顯係諷刺甘作清朝新貴嘅明朝舊臣，而香港回歸慶委會中多為港英嘅舊臣嚟嘅。作曲家喺回歸慶典之中，將《向腰》放喺交響曲1997天地人之中咧，唔通係同香港人或者呢個香港回歸慶委會開玩笑咩？呢套戲喺香港流行係事實嘅，但係大部分嘅香港專業劇團咧，極少會喺大年初一演帝女花嘅，因為咧演呢個悲劇咧，實際上咧就係即係唔係太吉利嘅。咁呢個都唔係咩迷信，只係即係避忌一下呢啲咁不吉利嘅悲劇啦。要考慮到聽眾嘅感受，唔會製造一啲冇必要嘅唔開心嘅嘢。而1997年7月嘅回歸慶典咧，係香港嘅大日子嚟嘅。無論對香港本土文化點樣嘅無知，亦都唔會將呢個暗含香港夭亡呢4個字嘅簡寫嘅笑頭，即係向腰啦，加插喺交響曲1997天地人入邊。全劇動聽嘅小曲係好多嘅，點解揀選向腰一段呢？係有香港夭亡嘅笑頭嘅喎。喺呢一段即係交響曲1997入邊咧，開頭咧就將廟街曲檔向腰嘅現場錄音播放。說白之後咧，就作曲家將呢個弦樂嘅延長 sustain bass 嘅低音咧係漸入 fade in，咁啊將個錄音咧喺度托住呢個現場錄音嘅，即係廟街個錄音，一直播到地府陰司裏再覓那平陽門巷，呢個錄音咧開始慢慢減弱啦，fade out。播完惜花者金樽狀，花燭夜難為駙馬飲砒霜，就將呢個現場錄音咧就停止播放。跟住交響曲1997呢段係點嘅咧？就將大約係4分半鐘嘅編鐘獨奏樂段咧係駁咗入嚟。廟街曲檔嘅向腰錄音加上漸強嘅弦樂低音，使到氣氛極為詭秘同埋沉重。無論有意或者無意，呢個樂章入邊咧，將本地文化向腰嘅錄音嘅漸弱，以及最後在象徵中央統治者權力嘅編鐘聲中淹沒咗。香港人係聽者有意嘅。